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全教会退休会有，当初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的眼中看作是不可能的事，可是，在神的眼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好，我们一起拍手。对神，因为也在中一直分享我一直为他越过在轻轻地照亮整个世界，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，在你背后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的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不论有多长，在基督里都是爱。这比星星落在这清晨的一处，为跨越困难，星星的照亮，能够明天，大声宣告，勇敢向前，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郁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无论有多长，在基督里都是爱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郁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无论有多长，在基督里都是爱。请大家互相一起来，至少要找20个人哦。然后你跟他说，对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没有难成的事。要把这转一下。现在光明星星飞向那些多彩，这是生命是会跨越困难，轻轻地照亮整个世界，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，在你背后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郁中，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无论有多长，在基督里都是爱，在你没有
One to
谢你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远都在的神，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尊崇的神，在患难中你带领我们得胜，你美好的应许超越我们眼所能见的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是托靠主耶稣的名求。来，去我们心。在继续，看这一位单台的快乐和绝望，不好在这里。我主兄弟，我心中的梦想，你的亲像所最最刚强，我的心事，我看你们的方向，不丢中我，你的家的方向，我心中想。我就变成了，已经伟大，我的伟大，我心中想，我就变成了，已经伟大，我的伟大，进入了他，就被我交给神了，最爱谁高，给面对的信仰，你是给人，让我在上水过，都会相信，我看你变化，我心中想，我就变成了。已经伟大，我的伟大，我心中想，我就变成了。已经伟大，我的伟大，主的可爱，这个天下的快乐，让我能听。你给快乐我爱，我的天心，让你对我来的爱，我用兄弟，我主已经伟大，我心中想，我用兄弟信仰，已经伟大，我的伟大。我心中想，我用兄弟信仰，已经伟大，我的伟大。请记哩，读诗第二课。是顶主啊，宝贝上帝，我们大声感谢落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是公义的神，是至权的上帝，是创造的神，是有疼痛的阿爸爸上帝，有恩典满满，怜悯无限，慈爱嘛无限。主，你的神性三天三暝讲，我要感谢你，永传阮有福气，车做你的儿女。感谢上帝，将教会设到60周年久这个过程，一切肯配合为牧者，好调济前辈同齐来起造，过程中间平顺严彩感谢。毋过，伊拢无记实阮，反正甲阮咱条条，阮开，互阮所经验来传过一代，业绩稳固的第一，正做今仔的规模，阮献上感谢。主你的意念，你的道路，拢远过阮济无法度来计算。
受造有限的阮，更会当顺服伫你的下下，领受你的旨意来行。主，你是做亲事的主，伫庆祝60周年活动中间，有真侪项拢是教会第一遍来举办的。拄开始，互同工兄弟有小可担当，毋过结果拢有真好的学习甲经历，互阮每一位拢搁较有信心来服侍，对伫以后的服侍事工，我迄就感谢。主上帝，阮也感谢你，透过昨中孝路教会陈牧师以及水南教会陈牧师因的分享，我一遍见证主，你是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主上帝。伫人看做无可能，在你拢诚做事实。伫你万事乐的主你的上帝。安尼叫着阮兄弟搁较欢喜，搁较有信心来回归主。阮也恳求主上帝继续引带教会头前的脚步，赐予伫陈牧师家己的贵力甲智慧，嘛有兄弟大大细细，拢有谦卑的心，愿意换出家己的四齿箍仔，为主来做工，继续来去做合主心意、合主旨意的甲教会来延续经营。下晡的行程，我也恳求上帝，你继续来看顾，一切拢平安顺利。互兄弟毋但伫生命顶面得到把助，右手方面也福用满满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这是要来交落体文第5诗篇第几篇来的体文第5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请在你的声透到天顶，以天做要塞，风地敌人。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人算啥物？你要遐尼关心。你创造人，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一切羊甲牛，空中的飞鸟，齐声。上主，我的主啊，你的力量普遍全地。这是咱来用读上帝话记载伫诗篇90篇第9节、90、7节、第9节。咱各位来我读单数，恁来读双数吼。恁读台语、国语拢会使吼。来。我先来，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记的过去，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。请人感受会到你受记的威力，请人了解你受记的可怕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阵才要改变心意，由你怜悯你的仆人？你予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由你嘛予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阮，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的拢轻松吉祥。
此时要来请本堂主任牧师陈必志牧师来讲道，所讲的题目是早早的主爱，早早的主爱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早早平安。咱今日是教会60周年的全教会退休会哦，咱来到这个是云林的高天哦，伫这个所在哦来敬拜上帝。就这样咧唱信息，是有真感动哦。哦，这个27首我灵歌唱，其实这首信息，咱牧师拢是照咱对第1首、第2首、第3首安尼唱。唱到今日这个礼拜刚好是27首，好，这个是户外礼拜亚瓦礼拜啊，最好的诗啊就是27哦，好，但是咱今日吼，这是对旧年就开始安排，好，但是咱今年刚排到这个27首，到拄则读这个启应文第5篇吼，是诗篇的第8篇，人生什么你既然顾念伊，这嘛是对旧年吼，当牧师开始就任吼，今年5月就满1年了。就任以后，安尼一直排到今日。我感觉上帝透过信息，透过启文，对我们来说话。所以每一次在做礼拜的时候，不是只有牧师在讲道，我们唱的圣诗也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读的启应文也在对我们说话。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上帝天天跟我们说话。今天早上呢，很多人都透早就起来啊。我看真多人6点起床的请举手。6点起床，哇！来，大家看一下，6点起床的，好，5点起床的请举手。5点起床的，4点起床的有无？还有4点起床，这场长老是拢无困的。得困啊，是